紹嘅單位係位於迎海7座嘅高層 B 室，佢係一個2房連儲物室嘅單位，實用面積係589尺。一打開大門會有一個玄關位，玄關位置嘅左右兩邊都做咗入牆櫃。經過玄關位之後，左手邊係單位嘅飯廳位置，設有對流窗；而右手邊就係客廳。客廳亦都做咗入牆嘅電視櫃。之後同大家行出露台望一望出面嘅景觀，可以望到遠山景，以及係烏溪沙村一帶嘅市區景觀。之後我哋由露台位置行過去走廊嗰邊，走廊可以通往2間睡房、儲物室、浴室同埋廚房。左手邊嘅儲物室係有窗，做咗書台。右手邊就係廚房，採用明火煮食。嚟到第一間睡房，做咗入牆嘅衣櫃同埋一張單人床。浴室採用咗光廁嘅設計，外接一個工作平台。改用咗旗杆。最後嚟到主人房，擺放咗一組入牆嘅到頂衣櫃，而主人房嘅景觀係可以望到吐露港方向嘅海景。如果大家對呢個單位有興趣，歡迎聯絡 Leo，多謝收睇。